年恭喜，咱新的一年，咱第一个主题，咱大家来吟这条诗歌，定着爱和乐摇花，因为伊是疼。感谢上帝，因为摇花是疼，所以咱民间我哋上帝疼到出来内面，咱就来用这诗歌，大家来和乐伊，定着爱和乐摇花，来练手着我。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上班时阵，伊个面非常的忧愁，非常的艰苦，伊真惊。然后伊即边毋知我都顺利来出院，伊是毋是即边了后可能就会过往，伊心内足侪惊惊，所以伫遐就出来祈祷，出来读圣经，读出来读诗篇，每一边去就是出来祈祷。到尾过年了后，伊去甲看，伊规个面拢无共款，无讲咱家白头过开啊。我就甲伊讲，你个面即摆亲像天使呢。伊甲我讲一句话。因为即摆我的心内有我去，因为我即摆心内有我去，我毋免去靠人，我毋免去靠家己，我会当靠上帝。摇花就是即种上帝，赏赐满满。不管你伫顺境，你伫逆境，环境无改变，总是你的心已经改变，因为你已经有我去。咱搁三个来唱这首歌，对家己祝福，也对咱四周的人来祝福。相信什么？相信钱财，也是相信地位，也是相信名声。今日咱来教会，咱感觉咱教会内拢无青年，青年走去倒位去？因为青年这两天拢去台南，因去参加领袖会。因为咱要因带因伫少年时阵，因就爱相信，相信什么？相信耶稣是咱的好朋友，相信圣神是咱的安慰者，相信咱的阿爸爸是上疼咱的，行伫上帝道路，因的一生都无偏离。做爸母的上烦恼就是囝行着路，总是只要你引带伊来教会，互伊甲上帝亲近，互伊听上帝话，互伊唱上帝诗歌，伊的道路就袂偏离。安尼，咱做爸母的。咱的心就会平安。咱要咱的囝儿相信正正，咱家己就爱先相信。所以咱三个来唱这首诗歌，我相信。